俩互相熟悉了吗？听说过催眠疗法吗？不太了解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通过催眠师的语言和特殊的方式，将你引导至潜意识开放的状态，并且植入新的潜意识，帮助你改变行为习惯，解决你的心理问题。有兴趣尝试一下吗？我害怕。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抬起头来，不要害羞。听话。珊珊，闻，好，真乖，真乖。相信我，把你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我，好吗？哦，珊珊加油，很棒！珊珊加油，真棒！So hot。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，那个时候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，所以我就把我献给他了。我们因为相爱而结婚，我觉得是因为跟一个女孩的去世有关，她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但是因为她已经走了，我想让她的灵魂安息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老公，但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儿。你是觉得你老公跟那个女孩有暧昧的关系是吧？是，因为那个女孩写过一张纸条，纸条上说她约过杨大伟，那天晚上。怎么了？纸条后来我看不清楚了，可是孤男寡女的两个人在一起，晚上能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你就是根据这句话判断他们两个有暧昧关系的是吗？对，纸条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的好朋友竟然跟我的老公有染。那个女孩去世了以后，你老公除了性冷淡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行为？没了，我老公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对什么都无所谓。真的不知道，要是有一天我死了，他会不会掉一滴眼泪？你有病吧？好好的，你干嘛非得去想死了之后的事儿？像我这么活着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还给你越治越抑郁了啊！我也觉得是。哎呀，要我说啊，你老公跟那个女孩的事情，全都是来自于你的凭空想象。你是说，他们俩是清白的？那我老公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？那是你的原因。我的原因？没错，就因为你太不自信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现在还爱打扮自己吗？你最近做过疯狂的事情吗？每天除了跟你老公洗衣服做饭，你对生活还有激情吗？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，你老公怎么会爱你？那我怎么爱我自己啊？肯定要自信。怎么自信？颠覆自己。颠覆？没错，颠覆。那个对不起啊，那个我还有一匹马得上药，那个我先走了啊。帅哥嘛。我明白了，杜克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人格分裂。你是不是心理变态呀？
看着马交配我们还能冲动？你刚才那个行为比我变态多了吧？我刚才的行为怎么了？我那是为了让马儿更好的交配，你懂不懂？我问的也是正常的生理卫生知识。嘿，我说你，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 ，baby。如果一个人到了你这个年纪，长期没有私生活的话，真的是会容易心理变态的。大姐，谁告诉你我没有私生活？我过私生活还得带上你呀。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你是很危险的。我怎么危险了？我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管好你自己。baby，我要告诉你啊，这人的生理功能那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机制的。比方说，你经常不用一个器官的话，它就会提早结束它的生命。性是人体最晚发育并且最早衰退的一个器官。如果你长时间不用它的话，那你就会不出3年的时间吧，进入到你的更年期。哎呦我天哪！东比，什么情况啊？装什么绿茶婊？你听不明白吗？可是杨大伟他还没有回家啊。倒是杜哥，干嘛呢？哎，